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进入《使徒行传》第1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处于长老带领我们大家来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全新的一天，让我们再一次的亲近你。愿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单单仰望你，不被世界的声音扰乱，聆听领受并活出生命的见证，荣耀主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昨天读到的是第8章的后半段是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传道。那上帝把他从圣灵把他主的使者把他从撒玛利亚带到了加萨海边，那也带领一位来自伊索比亚的黑人太监，是犹太人来信主并且受洗。那腓力又继续在沿海的地区来传道，那也让我们看到接触传福音的对象也是来自于圣灵的带领和感动。那虽然不明白圣经，当我们读圣经，上帝就会派使者来帮助我们。而要明白圣经，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疑问要请教，那圣灵会指教我们。那也只要人一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来受洗。那福音也因着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就传到了非洲。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的是第9章。好，那我们请处于长老带我们来读9章的1到31节。好，扫罗继续用凶狠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他去见大祭司，要求发函给大马士革各犹太会堂，准许他们搜捕跟从主道路的人，无论男女，都押解到耶路撒冷去。在往大马士革去的途中，快到城里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问我：主啊，你是谁？那声音回答：我就是你所破坏的耶稣。起来，进城里去，有人会把你该做的事告诉你。跟扫罗同行的人都站住，说不出话来。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同行的人就拉着他的手，带他进大马士革城。他3天看不见什么，没有吃，也没有喝。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他得了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主叫他：亚拿尼亚。他回答：主啊，我在这里。主说：你立刻往直街去，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给他按手，使他恢复视觉。亚拿尼亚回答：主啊，曾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残酷地破坏你的信徒。现在他到大马士革来，带着祭司长授给他的权，要拘捕所有敬拜你的人。主对他说：你只管去吧，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要他在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我要亲自指示他，他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于是亚拿利亚去了，他进了那家，按手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啊，在你这里
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耶稣亲自差我来，要使你在看得见，并且受圣灵充满。立刻有夷灵似的东西从扫罗的眼睛掉下来，他的视觉又恢复了。于是他起来接受洗礼，吃过东西后，体力就恢复过来。扫罗在大马士革跟门徒一起住了一些时候，他马上到各个会堂去宣讲耶稣，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有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这个人不就是在耶路撒冷残害耶稣信徒的那个人吗？他到这里来，不就是要拘捕信徒，把他们押交给祭司长的吗？但是扫罗的讲道反而更有力量，他用坚强的论据证明耶稣是基督，使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法辩驳。过了一些时候，犹太人阴谋要把扫罗杀掉，有人把他们的阴谋告诉扫罗，为了要杀扫罗，他们日夜守在城门口。可是有一个晚上，他的门徒用大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跟门徒来往，可是他们不相信他是门徒，大家都怕他，只有巴拿巴来协助他，带他去见使徒，向他们解释扫罗怎样在路上遇见了主怎样向他们说话。他又告诉他们扫罗怎样勇敢的在大马士革奉耶稣的名讲道。于是扫罗跟使徒出入来往，在耶路撒冷奉主耶稣的名大胆的传道。他也跟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解辩论，他们却想杀他。信徒们知道了这件事，就带他到凯撒利亚，送他往大数去。当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地的教会有了一段平安的时期，教会在敬畏主，在圣灵的扶助下建立起来，人数日日增加。好，谢谢。我们从第9章开始，一直到11章的25节。那这一段呢，可以说有记载了扫罗行传在第9章，然后第9章的后半段到11章讲到彼得向哥尼流一家向外邦人来敞开传道的门。那11章到12章讲到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的传福音。那从9到11章大概有经历了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所以前面的8章可能是在初代教会刚刚开始的几天、几周、几个月。那但是呢，从第9章扫罗悔改信主，那这一段是开始呢，大概会经历一段大约有10年。那我们看到扫罗他除了来捉拿男女的基督徒，甚至到家里去捉拿基督徒来下监。那甚至第9章一开始就讲到保罗是用凶狠的口气来恐吓，然后还去跟大祭司要这个要发函就是这个公文去准许扫罗可以去捉拿各地的基督徒不论是男是女，都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那这个函呢，可以涵盖到多大呢？大概就是大概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这犹太人这个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呢，直接就写到大马士革。那这大马士革是一个非常早期就开发的一个城市甚至曾经是亚述帝国的前身亚兰人的首都。那这大马士革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原，那它有稍微靠山。那可以看到古代画这个大马士革的城镇呢，的各样的图片。我们可以在这边大概知道大马士革就是一个人口非常拥挤，那一个非常这个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地方但是人口一直很多。那这个大马士革的这条街道呢，那事实上从第1世纪就一直流到现在。那几乎2000年来，这条路呢都一直都有人在居住
那近期的照片，19世纪的照片，20世纪的照片，好，到今天的大马士革都是同样这条街道，好，那就是扫罗在这条路上好遇见主的地方，好，那在这里被神光照的地方。那扫罗带着这个大祭司的公文，好，然后去到大马士革，好，连大马士革都在犹太人的公会的这个权力之下。那快到的时候呢，就有一道光来照下来，那让扫罗他扑倒在地上。那有声音直接对扫罗说，好，那这个声音我们从里面的内容知道，这个声音就是主耶稣说话。好，所以在第8章、第9章，第8章。这个腓力是有主的使者对他说话，然后有圣灵对腓力说话，去靠近那个太监的车子。但是到了第9章是主耶稣好来对扫罗说话，好，那用光的形式，好，用大光来照他，好，叫他2次扫罗扫罗，好，你为什么迫害我？好，那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扫罗他不晓得这个声音是谁，还有他在捉拿基督徒，其实就是在迫害基督徒，其实就是在迫害耶稣。那扫罗他只能够回答主啊，好，虽然但是这个主呢，好，不一定是耶稣，但是他所说的这个主呢，应该就是主上帝，好，主神，好，就是这个 Lord Adonai， 好，就是对神的一个尊称，好，神，好，你是哪一位？好，你是谁？但是那声音直接回答，好，自我介绍，我就是，好，前面3个字我就是，这3个字就是摩西好遇见那个荆棘被火焚烧，好，然后他说那个我就是好的那个同一个字，好，我就是我。好，那这个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好有这个来问他的这个法利赛人，好，你是谁？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这个我是的时候，也就是我就是，所以当他在启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不用介绍他自己，就我就是我，好，所以原文就是我是，好，那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好，那但是呢，耶稣没有再多介绍，好，立刻给扫罗，好，给他一个指示，好，起来进城去啊。所以他应该是捉捕基督徒到接近大马色，还没有到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但是在路上就遇见大光。那但是耶稣呢要他继续往前，去到这个大马士革。那可能扫罗原先进入到大马士革，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已经躲到这里来，想说在这边应该没有事情。但是耶稣呢依然要扫罗进入到大马士革，而且说城里会有人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7节8节这里讲到跟扫罗同行的人都站着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啊。好，那这一段的记载呢，在使徒行传出现了3次。好，那第一次在第9章，好，第二次呢，好，在第22章，好，上面这里写22章的6到16节，第3次呢是在26章的12到18节。后面这2次都是保罗为自己所做的见证，好，在讲到他怎么样悔改信主的过程，也是用他的经历，好，个人的经历，好，来向君王，好，来向这个地方的首领，好，来做见证。那保罗从地上，他本来是扑倒爬起来，睁开眼睛却看不见，好，因为他的眼被光所照了，以至于他失去了视力，好，他看不见。那所以必须要借着人家拉他的手，好，所以本来扫罗是很威风的，好，带着人，好，带着大祭司的函，然后要到处去捉拿基督徒，好，甚至远到大马士革。那到大马士革，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大概是220公里，好，大概走路，好，要走6天，走1个礼拜。那他这个大老远来到这里，好，现在变成要人牵着他才能够进城了。好，那当然进城他现在就必须不再能够捉拿基督徒，而且扫罗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中间分子。那在这3天当中没有吃没有喝，那进了大马士革，好，那路加又把这个主角从扫罗换到亚拿尼亚的身上。亚拿尼亚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所恩赐的，上帝所赏赐的。亚拿尼亚，好，那在祷告当中，好，那
主就在异象对他说话。所以第9章很特别哈，主耶稣已经对扫罗来说话，现在呢这个主应该也是主耶稣，主在异象中就在亚拿尼亚的祷告中就对亚拿尼亚说话。那前面是叫扫罗，扫罗叫他2次，这里是叫他亚拿尼亚叫1次。那可能亚拿尼亚跟主的关系比较好。那这时候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亚拿尼亚他是在大马士革，但是说这里说他已经是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呢当然就是指耶稣的门徒。那亚拿尼亚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那他怎么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亚拿尼亚很有可能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受洗的3000人的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他回到他的叙利亚，回到大马士革，那在那边祷告。总之呢，亚拿尼亚是一个认识主的基督徒。那主就叫他，那他也回应主，我在这。那主就对他说，立刻往直街，直接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大马士革的这个主要的旧城区的主要道路老街，那去一个人叫做犹大的家里。所以这个犹大呢真的是很多的犹大。使徒行传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不知名的犹大，是住在大马士革。那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大树，是从大树来，所以这里介绍扫罗他的背景就是来自于大树。大树呢，他这个他的这个城的名字叫做平的篮子，平的篮子。那可能是一个盆地，平的，但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平的一个平原，平的篮子，叫大树。那去找这位扫罗，那他正在祷告，所以扫罗他这3天当中被人家带进去大树，那他可能去一个犹太人叫做犹大的家中，因为他不可能去住在基督徒的家中，他可能住在犹太人的家中。那正在祷告。那他的祷告呢，主耶稣也把扫罗的祷告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扫罗的祷告也会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来给他按手恢复视觉。所以这个剧情呢，画面呢，主耶稣已经先给了扫罗，同时也给了亚拿尼亚，所以两边都接受到讯息，让他们进去的时候不会彼此尴尬，而且可以知道原来你就是你。那这个是这个直接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这个直接，那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扫罗在历史上人家画他怎么样来遇见神，捉拿基督被大光所光照的情境。那在大马士革还有一个地下教会叫圣亚拿尼亚之家，那这个教堂就在纪念亚拿尼亚，那也在纪念这个亚拿尼亚在这个地方可能就在这一带来为扫罗来按手祷告，让他可以看见，同时还为他洗礼。那大树人我们可以看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这个叙利亚的地方但是大树呢还有一段路，所以其实从大树来到大马士革并不是很近，但也不是很远那所以这个是右边是大树的现在的街景的照片还有关于这个大树的这个井叫做圣保罗井那这个井呢从主后1世纪就一直留到现在那相传是保罗的家他的家呢曾使用的这个井那所以这个是去到大树的时候也会去看的一个景点。那亚拿尼亚呢，他没有马上同意他还跟主一样对话说，许多人告诉我这个人扫罗人还没有到，他的恶名昭彰已经先到，那就是在耶路撒冷残酷的迫害信徒，现在来到这边，而且还带着祭司长给他的授权，要拘捕你所有敬拜你的人，所以他就要捉拿基督徒。但是主呢15节16节说，你只管去，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要他在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这是第一个工作就是上帝主耶稣拣选了扫罗其实就是要使用扫罗，让他能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里是说他是器皿那还有第二个呢，他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所以第一个是宣扬主的名，第二个是为主的名受苦，那两个都是
等于是扫罗的一生好要跟主耶稣的名呢好要绑在一起。好，那用受苦，好，用各样的艰难，好，来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其实亚拿尼亚也很聪明，好，那亚拿尼亚听了就懂，好，说哦，好，这个人残害基督徒，但是现在呢，耶稣要来使用他，好，但是不是叫他躺着做，而是要他背着十字架，好，所以亚拿尼亚当下也顺服，就去到犹大的家中，那发现扫罗果然在那里祷告，好，扫罗也知道神要让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好，所以亚拿尼亚就按手在扫罗的身上啊。那这个手呢，在原文当中是复数，那就是至少不是一只手，是两只手，所以这个按手呢，可能是两只手按在他的两只眼睛的上面，好，来为扫罗祷告，说扫罗弟兄，好，弟兄，好，所以这里对扫罗呢称呼呢，好，是更亲密的，叫他弟兄，好，所以亚拿尼亚是接纳他，在你来这里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耶稣亲自差遣我来，好，所以这时候对扫罗来讲呢，好，他的祷告不是自己的幻觉，好，他的祷告真的是双重的印证，好，就是神给他的意象，还有这个人也出现在他的面前，也把同样的话、同样的事情告诉他，好，说亲自差我来，要使你再看见，然后呢，要被圣灵充满。好，那这是亚拿尼亚的重点。虽然我们从前面好，耶稣对亚拿尼亚没有说被他圣灵充满，但是呢，可见在这里亚拿尼亚他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好，所以可见在五旬节亚拿尼亚在耶路撒冷，好，也是那个被圣灵充满的那一位，好，他知道有这个圣灵充满，他才能够有这个在异象当中，才能够跟主耶稣好能够来对话，才能够在大马士革成为门徒，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那他也为这个扫罗好来祷告，为他来医治祷告，还要为他来接受圣灵充满来祷告。好，那这样双手按在他的双眼，祷告完之后，立刻有鱼鳞似的东西，就是扫罗的眼睛有鳞片，可能在亚拿尼亚的按手当中，眼睛就两片东西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呢，他的眼睛就再看见，起来，然后才洗礼。所以这呢也是圣经当中一个使徒行传当中一个很特别，他扫罗是先被圣灵充满，然后先被医治，然后才受洗。所以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呢，有的是先受洗之后，譬如说这个这个西门，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西门，还有这些非利传福音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先受洗，但是还没有接受圣灵，那所以彼得、约翰来这边受洗。那也有就是像扫罗这样子，先被圣灵充满之后，后来才受洗。那还有呢，就像耶稣这样，同时受洗，同时也被圣灵充满，所以不一定，这个没有绝对，但是就是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那扫罗起来受洗之后，才吃饭。好，那受洗就是水的洗礼，就是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好，那因为扫罗他一直是这个法利赛人，甚至在加玛列的门下。好，那也在这个当中的时候，那当然他就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不认为自己有罪，自己需要悔改，需要接受这个水的洗礼，但是在那天当中，他的生命就有很大的翻转和改变。那扫罗就在大马士革的门徒做了一些时候，好，那这个门徒当然就是亚拿尼亚。好，那在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多久呢？好，如果我们对照的是加拉太书的第1章，那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这个时间，加拉太书是扫罗自己写的。好，在第1章的16、17、18这3节有讲过了3年，所以这3年的时间都有可能在大马士革。但是我们从加拉太书也知道，扫罗也去过了阿拉伯的旷野。好，那有没有可能这3年当中，从大马士革去到了阿拉伯旷野，又回来大马士革？也有一点这样的可能。或是扫罗是3年完全在大马士革，后来才又去到了阿拉伯旷野。好，那这还是有
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但是刚才一开始有说，从9章到11章，大概将涵盖10年，那这光在大马士革呢，扫罗大概就待了3年，那这3年的时间，当然不是闲在那里，当然是接受这些门徒，跟这些门徒在一起。那其实后来谁教导谁都有可能，因为扫罗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利赛人，那他本来就有很多关于旧约的学问，上帝的知识，只是他没有把它连接在一起。当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20节他马上和合本说他立刻，当他住了这些日子呢，他就立刻在各会堂里面宣讲耶稣，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昨天主日有讲到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还加上一句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在这里呢扫罗呢他也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受膏者，而且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也是使徒行传唯一一个地方有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21节听见扫罗这样子宣讲的人呢，非常的讶异。讶异不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讶异的是这个人是出名的残害教会、捉拿基督徒、凶残的人，怎么现在反而他反过来信主？那这个让人百思不解。所以因为越百思不解呢，就越想要听这个人到底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当然扫罗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很有戏剧的张力，包括他怎么样子逼迫教会、残害基督徒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搞不好是在幕后的主使者，或是呢这个他怎么样子的被上帝所用光来照和瞎眼和经过按手。好，那扫罗只要把这些的事情讲出来，就让人不得不承认。那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好，那也说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扫罗吗？好，现在他怎么叫我们要来信耶稣呢？但是扫罗的讲道呢，好，因为人家越质疑他，就越有能力好，那他就是一种负得正的力量，用坚强的论据证明耶稣是基督，甚至让大马士革的犹太人都无法辩驳。这个和本翻成驳倒，驳倒的这个驳这个字的原文就是通通倒在一起，倒在一起。那这句话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扫罗和这些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在辩论，辩论当中呢，扫罗的言论让对手的言论还有思想呢，通通混淆混乱，就是像东西混在一起倒在一起。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办法把它分类，没有办法跟它归纳出来，反倒是扫罗呢，他能够分辨，能够分类，能够归纳，能够整理，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传福音的一个焦点就是让人相信耶稣这个人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救世主。23节，那犹太人呢辩不赢他，因为他们都乱掉了，就是混在一起。好，那所以呢，他们干脆就是要来杀扫罗。那一样，就是他们犯了10诫的第8诫。那有可能用假见证，或是用什么，反正他们的方法跟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公会做的事情也是差不多。所以犹太人真的是很不能说所有的犹太人，但是在信仰上面，他们如果站不住脚，就同样让我们看到他们用同样的情形，甚至不惜违背10诫。那但是有人把他们的计谋告诉扫罗，所以就有门徒25节说，他的门徒有一个晚上他的门徒。那从这个字面上来看，他是单数第3人称，那就是扫罗的门徒。那扫罗在这里就有门徒，有的人认为不可能，他才刚受洗刚信主，怎么会有门徒？但有人认为可能，因为他在大马士革也有前后3年左右，到他要离开大马士革，所以这段时间呢，他已经可能也有带出他自己的门徒，不是没有可能的。好，那总之呢，那他的门徒就帮助他，让他用大的篮子，这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约书亚记，这群探子要进迦南的时候呢，那到这个妓女拉合的家里面，然后就当地的耶利哥的人就要来追拿这2个探子。好，那这个城墙呢，
应该还在。不过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ISIS 把这个大马士革炸得七晕八素连续轰炸了7年，所以大马士革很多的古迹呢、遗址呢，现在几乎都不太容易看到。但是从这个城墙大概可以看到，当初扫罗有可能就是这样半夜从这城墙的外面的楼台上，被用筐子垂下来，然后就离开了大马士革。好，那他去哪里呢？26节就回去到了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呢，这里要跟门徒结交，所以在第9章我们看到有3类的门徒。第一个就是大马士革的门徒，就是亚拿尼亚做代表；第二个门徒呢，就是扫罗的门徒，就是悔改的扫罗，他所带出的门徒；第三个门徒呢，是耶路撒冷的门徒。扫罗主动想要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大家还过了2-3年还是很怕他，不相信他是门徒。但是27节只有巴拿巴来协助他，帮他迁路，带他去见使徒。因为巴拿巴是居比路的有钱人，他是地主，他奉献他的地给教会，那他也依然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所以他跟使徒的关系都很好。他不像那个亚拿尼亚、撒非拉夫妇这样子的沽名钓誉。那巴拿巴他是劝慰子，在这边也展现出他怎么样来有安慰人还有劝慰人的这个恩赐那他也接纳扫罗，他也要使徒们也来接纳扫罗。好，那所以扫罗就跟使徒见面之后，就把他自己的见证说了一次。好，那其实我们在加拉太书的第1章22节发现这次的见面呢被记载在加拉太书的1章22节。不过在加拉太书的第1章记载这个见面呢他觉得如果是同一个事情的话，那使徒呢还是一个很害怕外邦人，遇见还有不是很害怕外邦人，也害怕犹太人。所以1章22节是讲到保罗在指控彼得为首的使徒们本来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有犹太人进来之后呢，马上离开外邦人，然后呢不跟犹太人来接触。所以保罗这边指控由彼得他们就是假面功夫做假面功夫。好，那但是呢这里的使徒行传没有提这件事情，使徒行传只有提到他们是在第一次的见面就是在这个时候。那见面之后呢，扫罗就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出入来往，那也在耶路撒冷来传道。好，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加拉太书的发展，扫罗可能又离开了耶路撒冷，可能又去到了其他地方。好，那过了14年半，好，那他们经历了3层天，好，然后等等等。好，那除了这段时间呢，扫罗在耶路撒冷传道，也跟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讲论和辩驳。好，那这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就是他们已经是住在外地，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如果住在耶路撒冷呢，他们可能用的是亚兰文，跟耶稣那个时代一样，但是他们用的是希腊话，讲希腊文。所以他们受到这个其他希腊文化这个外邦罗马帝国的影响，法律，所以他们这个辩论起来呢更不容易。但是扫罗他本身就是有这样的背景，他也是罗马的公民，所以这群人呢除了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想要杀扫罗，连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也想要杀扫罗。那30节弟兄们知道了，信徒们知道了，就把扫罗带到凯撒利亚去，然后甚至让他回到他的老家大树所以他这段期间就暂时避风头。好，那31节是这个扫罗悔改信主然后传道的一个结论。那时就是这整个发生的事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这里讲到了3个地方，犹太南边，加利利北边，撒玛利亚中间，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建立起来，人数日日增加。为什么扫罗被迫害，那教会会人数增加？其实这是在跟前面做个对照，前面对照就是从司提反第7章殉道之后，第8章开始，教会的人一直减少。可是到第9章，那到这里的时候呢，因为扫罗这个人物悔改信主，那迫害的这个威力呢也降了很多，所以教会又继续可以成长起来。
所以他们教会就是凡事敬畏主，在圣灵的辅助下，就人数增加起来。好，那从该撒利亚到大数，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地方。好，那所以扫罗从耶路撒冷先被送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我们昨天也有提到，在第8章的最后，凯撒利亚就是腓利传道的地方。是昨天牧师真的没有讲清楚。凯撒利亚是在主前第4世纪的一个城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上跟陆上的一个交易站，是由大希律他所扩建的，用来这个巴结拍罗马皇帝的马屁。那在当时的凯撒利亚呢，就已经有10万的人口，甚至比耶路撒冷的人口还要多，所以算是一个大城镇。好，那他就被人家带回去了大数。然后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好，那凯撒利亚的这些相片、图片有很多网络上可以参考的景点，但是现在的留下遗迹可能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留下来的，大概就是扫罗那时候进出所看到的场景和情境。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人在迫害基督徒，其实不是迫害基督徒，是在迫害主耶稣。而上帝也拣选了扫罗成为器皿，一方面要他宣扬主的名，一方面也要他为主的名来受苦。所以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的名，第二个我们要背起十字架，也要甘心乐意为主来受苦，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更大的苦。而扫罗悔改的扫罗非常的勇敢，就在大马士革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好，那这个勇敢呢，就是他一个对真理的执着。那还有看到巴拿巴的接待，他的接纳，好，让扫罗能够得到耶路撒冷使徒的接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看见扫罗弟兄他的生命的悔改回转，也相信在我们今天的世代当中，就算我们身边有很多拒绝相信耶稣，拒绝承认耶稣，拒绝来到教会的人，但是只要在上帝的光照之下，都有可能成为你上帝所拣选所使用的器皿。求你让我们不要放弃，也不要灰心，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能够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懂得能够使帮助人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那在末日当中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的那一位。愿神你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线上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处宇长老，谢谢大家，平安。好，谢谢牧师，谢谢大家，谢谢。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灵。主，我要敬拜，称谢